今日為大家帶嚟嘅係水伊行一個汽車攝像頭記錄儀製造商做嘅一個運動相機，包裝係咁樣嘅，好靚仔嗰隻5K 攝像嘅。嗱，我睇下你嘅主機係咁樣，個攝像頭咧可以係360度旋轉切換位置嘅。咁底部呢度咧係可以插卡，外觀係做到防水處理㗎啦，所以正常我哋淋雨係冇問題嘅。我哋可以踩車嗰陣時啊，或者騎車嗰時可以用到嘅。然之後佢嘅配件包括一個鏡頭抹布、Type-C cable。Type-C cable 佢可以連電腦去數據傳輸，然之後仲有呢個運動固定夾，呢個夾我哋可以固喺頭盔啊，固定喺車架度，或者汽車上面都可以固定到噶嘛。仲有一個鏡頭嗰個蓋，平時如果驚有絲絲路，我哋呢個蓋可以捆翻上去嘅。仲有一個就係我哋運動喺身上喺褲頭或者執法記錄儀用到嗰個夾喺身度嗰個夾，可以夾喺褲頭夾喺身，咁插上去就可以用到噶啦。然之後攝像頭可以調轉嘅，嗱可以睇到佢嘅攝像頭可以插卡嘅。最大可以支持256G 嘅內存卡，擺喺呢個位，全身防。咁佢仲有個功能咧，就係支持手機 WiFi。呢個開咗 WiFi 模式之後咧，呢度有個 WiFi 撳掣。開咗 WiFi 模式之後咧，呢度可以擺喺車頭度。然之後我用手機去睇呢個攝像頭緊嗰啲視頻㗎啦，係一個非常簡單、非常方便嘅一個運動記錄儀。中意嘅可以關注下，記得關注同訂閱我哋啊！等緊你㗎啦〜